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的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大家好，阿德。皆さんこんにちは。過来我是说吼，袂记你后壁过安怎讲吼？袂记你要讲啥咧？无啦，日记的吼，迄个名我说袂记你安怎讲，用拢无准备。你也是讲，比如说红的是，是太饱呢，唔对啦，食伤饱，你食伤饱，食伤饱，太饱，太饱，太饱，伊的吼饱或者饱。我若无记毋对，应该是安尼啦。我食伤饱啦。你最近拢伫练习你的客语就对啊。加减写啦，写2字啊、3字啊啦，帮写写有些都袂记起啊。写了都袂记就对啊。因为吼我袂讲会说，讨厌。讲小可有会记忆较歹就对啊，即个意思就对啊。啦，我是确诊了后甲脑雾啦。你是贵人啦。我即马拢吼热伫遐去，你知无？妹。原来你贵人啦，贵人才会多忘事嘛。是哦，你可能贵妃啦。好啦。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有去看一场演出嘛有看到一出戏看一场演出就是看一个之前访问过一个东东剧团也是在你讲港东剧团拢会使啦一个父亲母亲这出戏我有去现场看当然这个北艺中心迄椅仔歹坐是出名的同人知安尼是更小改的啦。尤其这出戏这个125分钟无中场戏困。安尼真忝呢。但是确实戏真好看，真有价值所以真正希望讲这个日后大家若有机会看到这个东东剧团出的作品唔通丢丢。当时因为这个号名有伊的考量你讲号这个父亲母亲听起来唔知伫讲啥内底议题其实真济，但是表演了确实足好诶，6个人，互你感觉袂出来讲干那6个人尔。安尼规场敢若过10人走来走去角色真济30几个角色但是虽然伫演无共款的角色，无共款的叫嚣因为这个表现出来，哪米老岁仔人，哪米查某人，哪米拢无共款你会认同伊真正是即款的这个角色。换装爱真紧快伊毋是靠换装伊要表现出这个感觉，拢是用家己的声哨、家己讲话的方式、家己的腔口、家己的这个声质的变化这是真正足硬斗的。查某的声、查甫的声、查某的形体动作还有伊的这个讲话，老岁仔人讲话什么声哨拢无共款。你目睭看起你当作真是老岁仔人伫讲话是这几个人最厉害。朴树自己会拍手拍扑甲鼓励一下对咧。无对所以就希望讲大家有机会会使去看啦因若有个新的作品出来。第二个要甲大家这个推荐的这出戏咧是连续剧最近伫咧不管是 Facebook 顶管还是这个 IG 顶管应该拢登场安尼或者人选之人做龙者人选之人什么叫人选之人呢？就是红拣出来的人，红选出来的人。像讲电脑买拣土豆人拣个水的土豆人出来呢小可无共是，这是正人拣出来。什么叫正人拣出来？正人选出来，就是咱投票投出来，就是你讲选举的代志。做龙者就是讲龙嘛，就是这个海影的意思啦。讲敢若一个出世，一个海影安尼一个浪。其实咱平常时都袂安尼讲啦，咱一般来讲海影啦，就是讲这个出世，就是这个风声、这个名声咧一波一波，就是讲咱会感觉讲最近有什么事件、什么代志，因是安尼一直伫推销，伫选举进前一定都是安尼嘛。我最近要拍什么议题？我最近重点要攻击到位？讲过就对
对啦，我要选，我即波定定伫咧营销或者是伫咧即个政治选举时，因伫推测拢有即个讲法的。我即波要推测啥？我后一波要推测啥？意思是讲，敢若海英嘛，一影搁一影安尼，我打要做啥？后一个要做啥？议题要互大家看得到。大家知影讲，我即届就是要做什么物件安尼。我重点的宣传是什么物件吼？所以叫做走龙奖吼。当然重点是银选制，就是讲一个。党吼，伊内底有做公正党啦，公正党伊加做一个假的党就对啊吼，公正党啊，即个党即阵人要甲因的即个主席吼竞选总统，咱打嘛开始大家拢伫讲选总统的代志对吧？哦，这个时间推出嘛是真拄好安尼吼，真时机真好，所以就是即个党甲主本要争取连任吼，就是另外一个是已经做总统啊，但是另外一个人要连任啊，这个咱是挑战者，咱这个党感觉讲啊，这个总统煞伤烂，这政党袂使，换人咯。所以伊嘛要推出伊家己的这个主席吼，这个主席是这个赖佩霞、赖佩霞做的，才有起一个人吼，两个人，但是伊要选总统一定要有一个足大的团队，使甲伊斗相共嘛。行销要安怎拍吼，动员要安怎动员，这其实足复杂的代志。这阵人其实重点讲毋是这个主席哦，是这阵人因各自会拄到的问题，包含因大家遮侪人伫合作，伫咧这个团体之间，你嘛会拄到真侪比如讲啦，咱莫甲剧情讲出来，但是比如讲伊会拄到这个，咱华语讲性骚扰，互人这个常常甲米高想啦，吼，这低高神啦，什么有诶无诶安尼，这蛇遐帮安尼啦。对，所以讲大家对这个政党有共款的理念嘛，无表示讲这个人袂对你黑白来，对吧？这是两回事。女性伫咧真侪场合，不管是像这款的场合，是搁较无共款的公司啦、组织，拢有可能。当男性嘛是有可能，是讲敢若，不是讲敢若女性，拢会拄着这款人对你身体无尊重。啊，对，黑白来。但是女性确实平均来讲，伫这个环境当中，那较侪，而且伊有法度去替家己争取权利的这个。方式或者是受到打压，拢会真侪，有些拢较敢表现出来，所以去控告啥拢较会忍耐。或者是就算讲你今日要控告，你定时也是负责这个事件，反正是这个一寡老查甫，就讲查甫囡仔无必要你做，这个员工我的这个助手人已经。我就需要我中意嘛吼，所以讲这无代志啦吼，伊就是较袂晓去掠，伊袂晓去掠这个10尔啦吼。那你都包含，伊就是较无10多10啦吼，像这款问题嘛，内底拢有讲到，包含讲为着要拼选举这个物件，毋是讲像一般咱讲上班下班时间到，我拍卡结束我就来对啊，无这个代志嘛，随时什么代志拢在变化。你家庭生活要安怎过？恁某嘛要无用，当的人现代家庭是两边拢在食头路，恁若有囡仔时阵要安怎创？吼，像这个问题，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当然嘛有包含着这个女同志小银酸、谢银轩，当然有的所在念做假银酸，嘛会使念谢银酸吼，谢这个姓啦，有无共？你迄个金钟奖佫讲毋对，佫有两个读法咱那个粉红猪改为我搞，这厉害，这大家应该拢知影啦。所以小银酸伫咧这个之所以内底就演一个女同志，但是当时伊本地是议员，厝内是政治家庭。老爸是立法委员，那为着伊家己这个女同志的身份，甲你这个就是调啊卡啦，里长之间有一寡冲突，害伊讲感觉无选调，后来无选调。之家就对啦，政治之家。当然内底嘛有真侪包含伊家己亲子的问题，然后就是跟因老爸之间的问题，然后冲突，或者是讲老母要安怎接受伊家己的身份，然后伊是对外公开的，还有这个政治对外公开的伊的身份啦，嘿，那当然无一个大家内底无足固定的讲法，但是最近可能这几档我较常用到，也是讲像这个孙聪生啊，伊有建议讲咱会使用比如出庆。庆就是这个彩虹的虹，咱之前捌讲过吼，大家提起过，就这款的讲法安尼。所以内底议题真侪，但是会使讲，我已经全部看了啦。会使讲内底无任何一个角色，就算讲是较你讲临时的迄款的角色，无一个互你会出戏的。
每一个拢有一定的程度。拢正主角就对演员经了非常之好，这是足无简单、足无简单的代志。所以你袂出戏，嘿嘿，大家拢就顶斗、就硬斗，经到拢真好安尼。啊，内底台语用量虽然讲无介济，毋过嘛是有一定的量。而且伊是足自然的。虽然拢无迄个种。迄个硬串迄款台语呢，赶快是自然的咯，嘿，非常自然哈。就是讲我无料想着讲朴学亮伊的台语有遮练顿，嘿，讲到遮练顿的，包含这个有另外一个演员做夏静婷，我知，嘿，夏静婷伊个字名哪写，我毋知字，我算毋知伊台语哪写。夏天的夏，夏天的夏，静是迄个蜻蜓的静，有无？迄个边仔是立字边，对，静啦，迄个字念做静。婷是一个 K 个一个 W， 静。静婷我小可袂记吼。我发现伫这几个演员因讲着台语的时阵拢足厉害，而且伊伫即出戏内底无好讲台语就是较基层的人啦，还是较 local 啦，什么人才使用的，包含着即个要选总统的即个公正党的主席就是罗佩霞演的即个角色，伊身躯边的即个对伫身躯边的人啦，伊算讲伊的秘书吼。都是一个演导的查甫人啦，就是高英轩，前一阵有演电影对啊，伊嘛有讲几句台语，嘛拢是较正讲是有迄个台语开的，比如讲什么代志有，但是你一直爱重复练习，伊毋是安尼讲伊就讲一直溜就对啊，咱一听一直溜了就知讲这都毋是华语人的讲法。一直溜烦呐，你莫一直个溜好无？溜的当然，咱你讲一直溜真侪意思，但是你就知影讲这是正讲会晓讲台语的人。当然我毋知伊的词是人替伊改过，替伊写好，叫伊安尼讲，还是讲伊家己伫遮发挥出来，这我毋知。但是规出戏内底即款的物件拢真侪，做啊非常之好。剧情的速度伫进展嘛真紧，真互人讲。嘿，袂拖嘛袂沉重，轻松，但是互你看着讲，投身选举的人真侪人，各种各样的即个面相，还伊的即个拄着的困难是啥物？真趣味一个团队，伊重点囥伫讲，伫咧经营讲，我要互一个人选掉伊要选的物件，毋管是即个总统的啥物身份，下骹偌济人伫咧斗相共，因中间又拄着啥物问题？非常推荐大家，应该是伫 Netflix 顶管看会到。大家若是有 Netflix， 还是你有其他管道，我毋管啦吼。欢迎你若有机会看，真适合去看一下。咱就问伊是偌济，请你广告哈。免，伊拢免开钱啊！伊当四界拢，大家拢伫讲即出，那真好看。安尼讲即出啦，你拄我拢毋知。时间一讲就讲个遐长。妹，系啦，咱爱到遮为止，袂使讲。家己的故事都未接落，讲遮落长。即个制作单位，即个发票我会寄过。无啦，就是确实好看吼，甲大家推荐一下。好啦，咱要来正式进入咱今日的主题。我本来想讲今日应该嘛是差不多免50分钟的时讲了。我讲毋通下阮，我为什么讲即句话？我的好朋友咧讲做，想我甲你讲吼，阮即马种菜瓜，我种几丛吼，我吼若生是我听咧，结果迄当。死了了，嘛食无，拢死了了。有当时就是安尼啦。我下关好，来我来，今日来进入咱的故事。顶一遍咱讲到宜兰的南一都城隍吼，就是城隍庙，宜兰城隍庙。咱伫城隍庙边的壁角等着女主角。看，我讲城隍庙，你呢？城隍庙是即个我全腔的讲法，咱是讲宜兰，咱是我全腔是讲城隍庙。你腔口较特殊一寡啦吼。等着女主角是啥咧？前后7日对无？这首歌娘啊！咱这个女主角咧，拄开始你甲考劝讲叫伊转地府啦，但是咧伊就无伫信用你啦吼，因为确实甲你嘛无熟悉啊。无爱甲你信答。伊感觉讲你连我是安怎伫遮徘徊，毋愿离开，你都毋知。是咧。凭啥来教我安怎做咧？凭什么呢？但是咧，咱经过头前种种关卡甲考验，主人已经解出伊的心病的病根啊，对无？咱知影讲伊是安怎伫遮拢袂走嘛？是啥咧？就是思念伊人，花失
信物，对，伊物件碰见啦。是，所以你讲咧，咱袂使甲呛讲我知咧啦，对吧？但是咧，我解出伊的问题也无够啊。咱若无找着信物，伊就拍死毋愿走嘛。所以讲，伊本地就死啊啦。还是加强啦，义气啦，所以你本人好心好行，自然就甲斗相共。你真是讲咧。好心好行，迄是老大人甲伊讲的话。好心好行，无怪互你人会讲。咱那个捡转来用，捡转来用。我有足济老话会晓用的话，但是迄个话真正是有一寡水开的物件啦，有一寡较好耍的物件，希望互大家捡转来。因为短紧才会出现讲，谁若敢若老岁人遐讲，这是足可怜的代志，对无？几百年前、几千年、上千年前，咱讲成语、成语，成语甲当咱都还佫会晓讲，是安那这或者几十年前的物件，咱袂晓讲。这都已经老岁仔的话哩安尼。安尼讲较早的成语，几上千年前，毋是佫较古早，对无？是啦，系啊，无毋对。所以捡转来讲好心好行，咱自然都爱甲斗相共。像在7日的前后，竟然也无较简单的相信你。伊讲当时萨多桑会记哩吼，伊爱人啊，迄是伊爱人啊，要送伊定情，信物进前，挑工写一张批互伊。伊讲爱伊又看卖，到底是要送啥互伊咧？毋知呢。这张批顶头咧有即个倒手边有一大大的册啊，甲一个大十字，对无？还佫会记哩无？迄个图画应该佫会记哩吼。册啊切出来4个空间分别写有4字，即个十字切出来4个空间嘛共款有4字。过来正手边的顶悬有3组奇怪线条的排列组合。是。下骹有写一句话，伊写讲，无论即个世界甲咱两人囥伫什么所在，我拢会拍破拘束，甲你斗阵。这是我对你的心意，也是咱彼此的约束。我一定会回来接你。等我，署名叫做周定，也就是萨多啦，看你们读拢会使。来，这张批到底何解咧？表面上看起来是物件真济真复杂啦，毋过咧，这款谜题就是江湖一点决讲破无值钱，无价值，一江湖一点决无价值甲无值钱共款啊！你无押韵啊？阮是拢无你考虑遐济。江湖一点决讲破无价值，咱来看一个倒手边的册啊，甲十字切出来每一个字的4颗类啊。拢会有线条的一部分，比如讲以十字来举例好啊，十字的这个倒手边顶悬是土地土字，伊的正边下骹拢有十字线条的一部分，一个直线啊，就是一条线是徛伫，一条线是摊缓的安尼，看起来就敢若一个这个左右倒边的这个英语字 L 共款颠倒边，就是安尼。那咱若比对着咱图的正手边迄3组线条，一组一组嘛，看起来足奇怪物件，你就会察觉讲每一个线条拢是这十字甲册仔的一部分。这每一部分呢，又搁拢有对应着其中一个字。所以就是照这个排列的方式，咱甲这个字甲做伙斗起来，你就最后这个得出3个字，叫做玉耳高。玉耳高就是咱的耳环呐，玉啊做的，两玉也可以，玉耳高也可以。耳环都做耳高啦，是玉做的啦。也就是讲，当初萨多桑送互千号的信物，正是一对玉耳高。无错，玉啊做的。既然就解出答案了，那可见你确实有此基言呐。你就赶紧甲千号讲，无的确我真是有才调替你找到迄对玉耳狗啊，对无？千号听你讲煞，伊就应讲：是，我确实是甲萨多送过的信物玉耳狗拍无去，也是因为无法度找回玉耳狗，才一直毋愿对鬼扯去地府。我毋知求怎之下，若真正有机会相拄，要安怎面对伊？这是你小可甲安搭一下，顺续就请伊就回想看卖讲，关系即对玉耳狗有什么线索无？因为咱那个倒吹嘛，来千好想咧，伊讲，迄当时我伫身亡无偌久，
也是茫茫渺渺的中阴身之时，恍惚之间，亲像听到一个庄严的声音讲：唉，你注定爱行这一逝，好自珍重，70多年后自有了断之时。刷落来，这个声音又搁出一寡话，当时意识渺茫，记袂清楚。即马见到你，煞回想起来啊！你敢袂使替我解开其中的意义？就伫千号讲煞了后，你的眼睛熊熊一阵蒙雾，四周围乌暗不明，白雾缥缈，上下不分，听觉、视觉，甚至一切五感拢变甲混沌。看来这是千号，互你感应伊伫中阴身之时的经历，就是咱共同伊的感觉，伊过去的经历的记忆。对，一般来讲，传说中中阴身的情形，应当是无到讲啥物拢看无才对啦。一般过去的传说是安尼，就伫你伫茫茫渺渺之时咧，一个沉稳有威严的声音伫你的脑中响起。信念即念，命运终究不由人，不非人非，不过轮回观自在。以往今来，阴阳之计何入间？世者已矣，了断因果在眼前。命运开头，因果结尾，如今暂理世事真言，愿你将能了断因缘啊！就是安尼吼，咱大家都听到即个奇怪的声，即个声音伫咧讲煞了咧，一切又搁恢复原样。你敢若嘛规个灰神啊！人也伫城隍庙内，千号伫你的眼前，确定你是毋是有感应到伊的经历？当然嘛是伫等你的答复啦。因为即个有提出的疑问吼，咱来重新整理一下。你听到一个声讲：信念即念，命运终究不由人。物非人非，不过轮回观自在。是哦。以往今来，阴阳之计何入间？世者已矣，了断因果在眼前。有就像庙内迄个条啊顶悬的刻的物件，城隍庙上到刻即个物件呢。是哦。看来这就是诗谜啊。伊后壁咧又搁讲命运开头，伊是念开头啦。其实我都开始想讲是念开头啊，可以啦，开头可以看文读白读拢会使。开头是比较文音啦。文读白读拢会使吼。命运开头，因果结尾。如今暂理世事真言，真言吼，真言。你讲那将腔其实你会念真言啦，也可以吼。愿你将能了断因缘。看来这句话就是提示啊。那到底这4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当有讲4句敢若死的同款的物件吼，这话敢真实会使帮助到咱千号找到伊的信物迄对玉耳钩咧。咱先休困一下，咱咪赶快回来。你今麦收听的是阿迪来开讲的 Podcast 声音节目《台语话故事单元》。伫这个单元，你会使听到台湾的民间故事、在地的历史，也有特别的风俗民情、都市传说。我会用台湾的本土语言之一台语来陪伴你做伙熟悉咱家己，也会邀请甲台语创作有关系的创作者来开讲，介绍好的本土语言作品给你，希望你会介意。那安尼，咱就继续听落去。
来，咱就来继续。小可睡困了后咧，咱来继续面对千和。好，千和这个小姑娘，这查某囡仔吼，顶半段千和互你经验伊伫即个死后变成中阴身的即个情形下，所看到的环境、听到的声音，一个沉稳又佫有威严的声哨传来。伊讲信念即念命运终究不由人，不非人非，不过轮回观自在。以往今来，阴阳之隔好入眼，世者已矣了断，因果在眼前。我想这字大概应该大概知影意思啦。大概意思会了解啦哈。提示是讲命运开头，因果结尾。如今暂理世事真言，愿你将能了断因缘。大概就是安尼。咱听出来讲，这话中自有深意，对无？但是这几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呢，这提示有3层的意义哦。第一个提示的头2句，命运开头，因果结尾。表面意思就是讲，诗面头1句是这个信念、执念、命运终究不由人的这个命运。所以头1句有命运，因果结尾的上尾句，世者已矣了断，因果在眼前。确实是后壁迄句有因果，所以毋则讲这个开头句命运，结尾句因果结尾。简单讲是安尼。第2层的意思就是讲，叫你要注意这个诗的开头甲结尾。当你若是看信念、看结尾是这个因缘，安尼你可能无够，或者这4句的头1句的头2字是信念部分啦。敢若看呢，其实还佫无够。这时咱就看第3层的意思咯。提示的后句是讲，如今暂理世事真言，愿你将能了断因缘。这个所以你讲，这就是世事真言，或者真言拢会使。你就是要想看卖讲世事什么意思？表面上看是4句啦，世事，但是其实这世事2个事加起来，两个事加起来就是8。照你讲咧，这应该是夹出来有8字甲对。就是你甲这个开头有讲，这个开头甲结尾加起来，也就是讲每一句的开头甲结尾要扣字出来，最后这4句就会变成4个头字，4个尾字。总共加起来，等讲会使合夹成这个8字。那安尼咱就来甲看卖，到底是打8字。先看头4字好啊。头一个是信念、执念、命运终究不由人的这个信。第2个是不非人非，不过轮回观自在的物，对吧？第3个咧是以往今来阴阳之隔好入眼的意。头拢开头字嘛，第1个字就是啊。第4句是世者已矣了断，因果在眼前的世。所以倒起来就是信物已逝，信物已逝。信物已经无去啊啦，已经碰见啊啦。免咱从来敢讲前后就此都无得离开，过来咱就来看后4字。后4字的头一字头一句这个上尾字就是人，也是人。因为都要讲这个信念、执念、命运终究不由人嘛。最后一个字就是人。同款照安尼比例来去看第2句，第2个字就是第2句，这上尾字就是在。在哪里？迄个在在哪里的在？第3字第3句的这第3字就是上尾字是眼，眼睛、眼睛、眼相眼的眼。这第4字也就是第4句的上尾字是情，在眼前，人在眼前。顶下2句倒起来就好做。信物已逝，人在眼前。真好听到你安尼细细念、细细念，雄雄反应过来啊！伊甲你金金上，甲你金金看，目睭愈舔愈大泪。伊讲，信物已逝，人在眼前。人在眼前，感觉怎有可能？所以你才看到我，才会开我一路以来一念失望。
你敢是伊？你敢真正是伊？你是萨多桑？啥货啊？武规半部看来，你就是伊的意中人萨多桑的转世。论真讲来，千后会到当也无法度放心去投胎转世，正是因为你的缘故。无怪当时咧七爷白无常会来找你，也无怪咧你会伫即个过程当中一路撞到遐神迄只灵。当你消息量伤大，头壳个转世袂过来时阵，千后就继续讲了。真是你，想袂到我也阁会当阁见到你。是嘞，我都接受。凡说你会使有机会亲身见伊一面，正是千后感觉对不起你的这念所造成的。当然也许就像这个七爷当时讲的，冥冥之中自有注定。你也阁会记得这首真言的诗无？最后一句讲：逝者已了断因果在眼前。原来这才是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啊！你就是当时的萨多桑所转世。实在有够失望安尼哦，是无？是安那会失望？啊！你伫我面头前，我都毋知。当千后会使阁见你一面，亲身甲你回息咧，拍无你送的物件，甲你亲身来甲你讲嘛，甲你回息咧了，安尼伊也总算是会使安心往地府去咯。你伫伊眼中看会出一款放下的感觉。我会当回归了我的所在咯。千后轻声对你讲出最后一段话，伊讲：既然你已经投胎转世，命运互咱搁再见面，我已经万分感激。凡世世界的生物，就像咱的缘分共款，终其尾爱消失。但我毋捌后悔拄着你，多谢你。如今你对着我心情的脚步来走找我。就像咱又搁重新做伙度过迄段时光，我知影，迄嘛表示我的责任该放下咯。我会对鬼妻离开，你保重。但愿咱还有一天会当用无同的面容新婚重逢。话讲煞，千后就伫你的面前渐渐消失形影。伊无讲上尾一句，多么阿里嘎多。伊无讲伊当嘛袂晓日语爱款咯。我看来是主动往到地府去啊。你头咧咧长吐一口气，事件也总算完结啦，结束完满啦。虽讲即世你其实无法度想起前一世是萨多桑迄时的代志，咱已经投胎啊嘛。但是这段姻缘会使伫你的手头有一个收尾，也是好事啦。当你搁甲头举起来，错一条，面前一个人乌密嘛，身形 A 肥，是，人讲 A 人高兴，落骹无情，毋过即个乌密人看起来笑面，古锥，想来无别人啊啦，是啥咧？八爷啦，自然就是七爷白无常的好兄弟，八爷还无救，血无常八爷就对你笑啊，伊讲，吼吼，拖遐尼久，总算是结案咯。恁的代志，城隍爷是一直看在眼内啊。这是你情因，自然由你自己来了断咯。案件记了啊，你的阴阳眼的灵巧就会重新关起来，
毋免烦恼受到其他神鬼灵的干扰。啊，若你甲迄个查某囡仔嘛，缘起缘灭，谁知咧？哈哈哈哈哈哈！伯爷话讲了了后咧，也消失伫你的眼前咯。即时外口的即个西照日射入庙内中庭，规间庙光影影。好像你只是做一个长长的梦同款。什么两颗一梦，什么？南柯一梦。南柯吗？黄粱一梦。嘛是，这有两个讲法吼。好，故事讲了啊，隆重7集的时光的迷宫结束啊。无简单哦。毋知大家对这款顺境通关的连环故事的感受啥款呢？其实我知影这款落长的故事，整体想听落会较加一寡，因为伤长啊。不过咧，这个故事是我一直想要做的，嘛虽然讲是结合我家己创作的故事谜题，谜题嘛是我家己创作的，还有甲我这个我对宜兰的历史地理的理解，拢甲统合起来一个成果啦。辛苦伫做啦，有影真米烂，真烧干，确实有影啦，希望讲所有愿意听这款落长个解谜的这个故事的听友咧，伫过程当中有享受到，嘛真希望讲咱的这个听友咧，会使来留话，互咱知影啦。讲你敢有介意其中倒一寡部分，倒一寡所在安尼？当然，这款故事无再调接做啦。当然咯。日后如果做无毋知影，会伤忝嘛，讲实在你还未完全听过的听友咧，嘛是讲建议会使为这个时光的迷宫第1集开始对着故事的剧情发展行落去，会较了解规个过程啦。你若讲中途听，你可能想但是是找啥呢？其实这几出故事内底有足侪华语讲彩蛋。台语的反射嘛会使用像这个诱点就这款的讲法来形容来讲这个物件啦。不过这留互咱家己听友家己去发觉。我只敢若讲2个就好啊。头一个是千号这个名的由来，不是黑白号的啦。我希望这个查某囡仔有一款聪明伶俐，无受到社会观念拘束。较袂受到这社会拘束的感觉，小可有一款新时代女性的感觉，新时代新女性的感觉。最后咧，我就选择台湾头一位女性记者的名来用。这个女性大家讲女性大家较惯势啦。这个女性就叫做杨千浩，杨千浩，伊是台北女子高等学校毕业的。搁伫迄时。台湾发行量上大的报纸《台湾日日新报》做过记者，迄时伫遐做记者，而且伊要就任进前，佫要求讲，我的台语，我的这个月级，拢爱甲日本人共款咯。我无迄个台湾人，我无讲台湾人，就较低人一点，我就较落水，无这代志。本身有主张就对啦，哈。是真正是正讲这个新时代女性感觉，无错哈。这是伊真厉害啦，而且咧，伊伫真侪即个媒体拢有发表伊的即个散文或者散文拢会使，看散文伊的散文，甲伊的即个新闻的即个报道，写过真侪报道哈，嘛有写过第一篇的小说，短篇小说，所以本身嘛是一个创作者，嘛写文章，也是创作者，我即嘛是球官了，真出调，真厉害安尼，差别是讲。伊无像咱故事的即个前后才歹名啦，伊出世是伫1921年，咱故事的前后是1920年出世的，所以敢差一岁。但是咧，伊活到2011年，嘛不简单，差不多12年前才过身的，不简单无简单。伊是90岁才来过身，真好。所以即个关系，登记的真好是讲，伊的真是有这岁数无简单哈。伊生活经历嘛真澎湃，真精彩，所以这个时阵我伫警名的时阵呢，就伫找资料，就讲这个人我希望
即个感觉，当然伊毋是用伊来写，但是伊的即个个性笑啦，名啦，嘿，争取伊即个真坚持的感觉啦，或者是即个较我新时代理想的感觉，希望互大家感受会到吼，所以选迄个名我都做签好，而且即个名佫做日本名感觉，其实哦，所以两个拢拄好啦，真较合适，我就拣即个名来使用。第二个优点是，咱进前讲到即个大生理人黄在修在修哈，迄时咱有讲到日本即个政府吼，伫咧台湾实施酒类专卖政策，对吧？就是专讲卖店啦，伫咧台湾，卖酒你袂使家己结酒。当然咯，迄爱有牌啊。在日本政府伫日本时代实施的。目前继续嘛是共款咯，以前只有公卖，不是算公卖局。目前会使申请啊，你讲像真侪，当然真侪即个秘鲁就是家己的创作的，但是过去就。伊即个酒类专卖正式实施了，就是拢受归国有的管理啦，爱发即个执照互你嘛。你真侪酒就进口嘛，是有专门咧讲叫做即个卖巴人、卖巴人就是安尼来的，为你沙巴起因吼。当时各种日本酒嘛，拢进口到台湾来啊。日本的酒嘛真有名。因在收进口的酒内底咧，就包含一款叫做千代田的秘鲁。千代田奇优达，看你要念奇优达是要念千代田，拢会使一款秘鲁。另外一款呢是老牌子的酒造厂生产的，叫做德之号清酒 sake。清酒啦。嘿，这两款酒你甲倒做伙，千代田的这个头字千，甲德之号的尾字号倒起来，也就是千号。所以你看，这个新丰爷这边，伊互你的诗嘛是甲你讲头尾爱倒起来，这拢是调工放做伙，然后倒开就是这个名。个也专工专程用心思去做的啦。也就是因为安尼，我才互这个黄在秀伊在出场的时阵，我当初是讲伊，咱拄开始惊哇，听到伊伫细细念，毋知你讲啥，伊讲不愧是互人称作用天动之水所结出来德之号清酒。现在用要讲一句话，现在要讲德之号清酒。其实就是伫即个一些优点啦，藏起内底。要点啦，重点啦。优点，幼稚园的幼点哈，优点是台语的一个用词啦，就是讲一个较细节的所在，但用较华语讲较细节，较大家唔知影的所在，比较仔细啦。对，这是嘛是伊较趣味的所在啦，所以这个物件就是你，就算讲唔知影。这个代志嘛，甲剧情无关系，你嘛共款行会落。但是你若知影，佮重新来看这个人啊，是这个故事，内底佮加一寡信息。对。这个人佮进口真侪酒，其中的酒倒起来名，佮才有做前后，拢是拄开始拢甲夹做伙，就是你思考，当初是你做故事的时阵，就伫思考这个物件，讲咩那个倒做伙安尼。这就是这个较复杂的物件吼。来，咱今日的故事。讲了啊，正讲了啊，这包含一些优点，互大家了解一下呢。唔知影大家对这集的内容有啥物款的想法呢？这集的内容调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都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er Box、Firstory 留言互我。但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er Box 嘛，希望讲你会留下5粒星的分数，阮一寡支持甲鼓励。Facebook、Instagram 找出亚特聊天，那会使看到更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但是朋友伊咧愿意一杯咖啡、一包脑糖的钱来鼓励阮做更较侪创作，嘛会使点下 Show Note， 再有个 Show Note， 就是说明区的这个赞助连结网链啊。寄付是随喜生意食水甜，单身表示咪大笔的，我嘛介意。唔管济啊少，拢感谢你的支持，大家收尾拢落长。感谢你的支持啊！后礼拜咱会阁推出什么款的内容呢？请静态。咱到时你就知。嘛邀请亚特聊天的空中朋友。多多支持以及鼓励，感谢你的收听。好，咱今日到这咯，拜拜。